车台湾看世界，来看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做公亲，这个美国甲俄罗斯交换收犯。俄罗斯同意释放美国的篮球明星格林纳，若美国同意来释放俄罗斯的军火商布特，这是双方关系重大的进展。 美国甲俄罗斯历史性换犯人的时刻，美国女子篮球明星格林纳穿红色外套，伫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阿布达比的机场，甲俄罗斯军火商布特交换。 This new video from Russian state media shows Griner leaving Russian detention and boarding the plane in the snow. 佮摕到美国护照，格林纳伫飞机顶有笑容啊。Are you ready for a flight? Yes. 美国职业篮球明星格林纳捌带美国队摕到2届奥运的金牌。2月份伊入境莫斯科的时，因为电子烟内面有大麻油的成分，8月份和俄罗斯指控持有甲造私毒品罪，判刑9档。 被流放到摩尔多瓦女子监狱，美国全力甲俄罗斯协商达成换犯人的协议。She's safe. She's on a plane. She's on her way home. I also want to thank the UAE for helping us facilitate Brittany's return. 不过美国本来是要用1个人换回2个人，不过买手无成功。 另外一个伫2018年被掠的前美国陆战队的队员惠兰，被指控犯着间谍罪，意境以外无伫即摆换犯人的协议中。I'm greatly disappointed that more has not been done to secure my release, but I don't understand why I'm still sitting here. 美国甲俄罗斯双方换犯人，头一摆是伫1962年，当时阁是苏联的时期；1985年甲2010年嘛拢换过犯人。最近一摆是伫2022年4月份，美国海军陆战队退伍军人被带回美国，交换一个俄罗斯的